中国上海今年万圣节是禁止举办任何万圣节聚会，一个较闹热的所在，拢有派警察去徛。那看到有参加万圣节变装的民众，就会互人抓起来。一台搁一台公安箱仔车摆伫路边，道路两边各用路障围起来，穿黄色服饰中国警察徛伫路边巡视，检举出地穿万圣节变装服装的民众。保护，拍照保护啊！被带走了吗？ 为了防止民众变装上街路，上海当局提前差不多1礼拜通知各机构甲店家业者，提醒绝对袂当办万圣节活动，禁止所有万圣节装扮，若无得要求暂停营业。当局各位10月25开始出动大批警察驻守伫上海古乐路、中乐路、淮海路，还有复兴公园这人潮较侪所在，出地穿万圣服装的民众，各个管制维持到10月31。在这日静静的周末街路，陆续有民众因为参加万圣节的派对，和警方 带登去公安局，更严格限制记者访问。可以拍摄，也可以发，但是不能随意篡改，不能掐头去尾，了解啊。 上海检举出地万圣节的搞怪服装，是因为2023年的万圣节是上海新冠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万圣节，有少年人扮作检验的医护人员，反映过去3冬的新冠疫情，有人身躯打满白纸，呼应2020年的白纸运动。不过也是有部分民众违反禁令，就着落雨天客雨伞、甲服装炸掉的，也是真正行过改变严格的区域。组织去人少的巷仔内，也是天桥，也是有万圣装饰的店铺进前翕相过节，来应对 中国警方的处理，广西新闻台是董炳耀。